谭总，对不起，当年这一切都是你母亲一手。请进来。哎，来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少爷的朋友林天乐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顾新东。哎，这是我朋友梅兰妮。啊，你好。这位你认识吗？谭总，坐下说话。对，坐下说话，坐下说话。来，坐好啊。哎，他你认识吧？我问你话呢，他你认识吧？谭总，有些事情我不方便说。是因为我妈？谭总，我真的不能说。你是怕得罪了我妈，被我妈赶出公司是吧？那我今天就告诉你，如果你不说的话，明天我就把你赶出公司，懂吗？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认识他吗？谭总，对不起，当年这一切都是你母亲一手安排的，我也是逼不得已。我妈是吧？我妈怎么支持你做的？说话。让我逼走他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冷静，都冷静啊！那个，我们今天请你来，就是想问问你，当年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说，少宇以前是因为喜欢了别的女孩，所以把她抛弃了。但是少宇说他呢，是因为骗婚骗财，最后揽了一笔钱就消失了。我们想问问你，他们俩说的哪个版本是真实的？他们俩都错了。他们都被蒙蔽了。这中间的一切，全都是谭总的母亲一手安排的。他妈妈策划了一切啊！少宇，你瞧他这理由编的，去医院送饭，他要编也得编个能让人相信的吧？还有，一杯咖啡他都要跟我 AA， 你说我又不是付不起那钱，这不埋汰人了吗？哎，你有没有觉得这薛晶晶有点忒敏感、忒自闭了？我跟他说什么，他都是觉得我在讽刺他。他好像是有点自闭，估计是小地方来城里上大学落下的病。什么事儿吧，就怕别人看不起他，没事儿就愿意装个小清新，弄双白球鞋，弄得自己好像多特殊似的。我觉得他那身儿倒还行。对，就是骗你这种傻男人。那得了吧你，
当初你怎么被人家骗上的呀？不是就是看人穿着白球鞋了吗？哎，我那是阴沟里翻船，我看他以为他老实呢，谁知道内心极其险恶，简直就是个骗子。那你连骗子挑肥拣瘦的。哎哥，你说我今儿都这么主动了，他怎么就无动于衷呢？要么吧是他欲擒故纵，要么呢就是你太次，人没看上你。哎，别了，你说这2点哪点可能性更大呀？反正我当初吧，跟薛妮相亲的时候，一眼就看上我了。去，我还比你年轻呢，他凭什么看不上我呀？我就不信我搞不定他。别说我了，你那女神你搞定了？你们没看见，他面前那尊神，那哪儿地呀？简直就是祖宗。哎，你知道你的核心问题在哪儿吗？哪儿啊？就这尊神呀，追女孩同时，你得学会搞定他周边的环境。要不你也穿双白球鞋？哎，我长得不清新吗？是不太清新。什么人呢？你们俩？谭总让你一个人把这些都做完啊？哦，对。看你昨天休息不是很好。谢谢。要不然我去跟谭总说说，让你今天早点回去，把这些都带回家做吧。哦，不用不用，没关系的，我可以的。核算完成本给我。好的。怎么不带我送你那幅啊？那幅好看。对了，累的话收拾好了早点回去吧。晚点我让司机去你的公寓楼下接你。好好打扮一下，穿那件我送你的深 V 的连衣裙，很性感，我喜欢。哎，谭总，那个依然才刚来，对公司流程也不是很熟悉，要不然不多做的话，永远都不会熟悉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的，你去忙你的吧。你好，请问谭总在家吗？有什么事儿吗？这是谭总的身份证，公司的年审结束了，麻烦你把这个交给谭总。好，你进来坐会儿吧你。不了，我还有事呢，谢谢啊。没事儿。来，身份证。你平时怎么也不出去玩一下啊？每天好多事要做呢，你以为管理企业很容易啊？忙，忙都是借口。那我爸原来还忙呢，他跟他那些老同学、老战友都关系好得很。你就像个植物人，我像植物人，可不是吗？虽然现在这里是你家，可你一点存在感都没有。平时做什么都是安安静静的，也不说话。看个电影，一个姿势能好几个小时都不换一下。有时候不是看到你在眨眼睛，我还以为你没心跳了呢。有那么夸张吗？当然有了。你说咱们也没差多少岁，你怎么跟个老爷爷一样？只要你少给我添点麻烦，我想我能快乐起来。我才没给你添麻烦呢，我能帮你。别的我不能打保票，但是让你快乐这事儿没问题。来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少宇快过生日了，我看他平时也挺孤独，没什么朋友，想弄个生日 party， 你们都过来让他高兴一下，我也比较好意思住在人家家嘛。行啊，挺有心啊，连少宇生日都知道了，我都不知道。看一下啊。回
回来吃饭吗？谁啊？那什么，我奶奶。你奶奶多大人了还没断奶呢？你现在喝奶呢？奶茶。事儿呢，就是这么个事儿。任少宇过生日，去不去？你们商量吧。要我说吧，咱别去了吧。咱跟少宇不是一路人。咱们骑自行车，人家开兰博基尼；咱们吃烤串，人家吃鲍鱼。咱干20年都买不起人家一厕所。咱们就这么过去了，人以为咱巴结他呢。你说你也不争气，本来你是咱们班唯一能跟他抗衡的，你就跟你爸闹僵。我说你怎么老是灭自己人威风，长他人志气啊？你怎么知道我们奋斗20年就买不起兰博基尼？你怎么知道天乐哥靠自己就没法跟他抗衡啊？你知道为什么咱们显得失败吗？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世界上有谭少宇这种人。哎，你看，这窝囊劲儿又上来了。你说我怎么说你？天天的。行了，都别争了啊！我是觉着呢，谭少宇吧，性格一直很孤僻，现在搬一大房子里，也没人理没人找的，挺可怜的。那是你赶上了，谁知道晚上多少姑娘削尖了脑袋想往里钻。哎呀，行了，既然天乐哥都这么说了，那咱还是就去吧。不过咱仨大光棍去，是不是有点寒碜呀？这要是能带个姑娘，是不是就好点儿？哎，咱们仨里边可就你女人缘最好了。对，这面子咱可不能丢，交给你了。成，那我想想办法。不是，你没事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买衣服。给我买衣服？对，我看你平时上班挺辛苦的，而你上班不得有点好衣服呀，是吧？哎，到了，就这儿。哎，来，我给你比划比划，看看啊。哎，你别说，这条还真行，喜欢吗？喜欢吧？哎，那个服务员，等会儿，买之前你得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送我这条裙子啊？没为什么，我就是想送你条裙子。不可能，你从来都没有对我这么殷勤过。说实话，我不怪你。哼，那个是这样的啊，我有一哥们儿呢，过生日，我答应人家呢，说要带一美女去。你说我身边哪有什么美女啊？就想请你帮个忙，参加我这哥们儿的生日派对。这忙我还真帮不了你，这么简单不可能。哎，别！你看，这衣服我买给你当一个礼物，就帮我这一次，就这一次，行不行？我真的帮不了你，你还去找别人吧。这条裙子我也不能收，拿人手短。我走了。哎，不是那什么，依然，你这事儿一点商量没有吗？来，你坐下。哎，我跟你说那事儿，你考虑怎么样了？你就别磨我了，我真的不能去。再说了，你那些朋友我都不认识，去了怪尴尬的。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了。怎么会不认识呢？哎，磊磊你认识吧？就我自行车店那小伙子爱宝，我跟你说过800遍了吧？我大学同学。哎，过生日这人你肯定认识，谭少宇。就是你们公司最大那领导。上次我还说你需要的话，我帮你打个电话，帮你关照关照那人。你看啊，多好一机会啊！我带你去，你正好正面的认识下人家，以后在单位呢有什么事儿就好照应啊，是不是？再者说了，我这都答应人家了，我要带不去一个美女级别的人，我多没面子呀！啊？你真的答应人家了？真答应了。那行吧，就这一次啊。哎，对了，这衣服啊，我自己做主，就给你买回来了。来，收下啊，下不为例啊。
了。啊，好了。准备好了。哎，挺好挺好，那就走了啊。哎，天乐，我想了想，我是以什么身份去啊？什么身份？当然是我朋友了。你觉得我拿得出手吗？你看，何止是拿得出手，太拿得出手了！你这就叫燕京四座呀！那这一次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女朋友吧。啊？这什么女？在聚会上让你的朋友认为我是你的女朋友。这不合适吧？这？那行，你要是觉得不合适就算了，我就是一想法。哎，不，那个合适，你想法不错。那个我就是怕你这想法，你自个儿受委屈嘛，是吧？我这一直都麻烦你，你好不容易让我帮你一次，那索性就帮到底呗，你不用有心理负担。明白了，恶作剧是吧？哎，想也挺好的。这李爱宝啊，傻，骗他，看看他什么反应。哎，估计那谁也行。哇，这地儿太爽了！哎，买的什么呀？你看坏了，什么玩意儿？看了多少钱？咦，下血本啊？你这是？不是好久没见了。哎，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依然。你哪儿找的？什么哪儿找的？住我家的。住哪儿？我家。我是天乐的女朋友，你们好。哎，你藏得挺深呢你啊！走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哥们儿长脸吧？啊？哎，少宇哥，你好，雷雷。试试看的事。哎，谢谢，破费了。没事儿，大富豪。干嘛呀？还留胡子，这么沧桑，挺帅的啊。还流行吗？天乐呢？哎，天乐，哎，这，走，参观一下。我朋友比较内向啊，来呀。少爷，哎，少爷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女朋友依然，这是我大学同学邵宇。哎，忘了跟你说了啊，依然现在在你们公司上班呢，算是你们公司的员工。你看，你别老板着个脸呀。是没跟你说，因为依然说了不让我告诉你，说怕有走后门的嫌疑，就没跟你说。你好。我也让你见见我女朋友，她还睡懒觉呢，我去叫她。啊，不是，你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你女朋友不是？哎，走啊！啊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没事，高跟鞋有点累。啊，走。哎，你那个什么？你小点声吧，别有客人。关我什么事？都你客人，有毛病吗你？客人你找来的。哎，这些姐，我靠，这你生日呀？我怎么睡过了我？现在呢，乖乖的把它穿上，出去好好的当我女朋友，你听懂了？我凭什么呀我？什么都不凭，你也可以拒绝，但立马从这搬出去吧，反正自己捅的娄子自己收呗。别呀，多委屈啊！凭什么呀？
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来吧，别不好意思，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，蕾蕾、爱宝、天乐，还有天乐的女朋友依然，这是我的女朋友梅兰妮。我说你这下手够快的呀。梅兰妮特别可爱，她家里的酒店业做得特别大，本来可以坐享其成的，当个芭比娃娃什么都不做，但自己就是闲不住，一定要自己创业，特别独立，这是我喜欢她的原因。不像现在有些女孩子，什么都不做，只靠男人。怎么了？今天这么文静，也不说点什么？嗯，大家没东西吃，准备点东西。对对对，弄点啊喝的什么的。那个，我去帮个忙啊！哎，少宇哥可以呀！怎么了？这绝对是门当户对、郎才女貌、金童玉女啊！行啊，发展速度够快的呀。你也不慢呢。我是为你好啊，谈恋爱这种事儿你得慎重。像你这种感情比较单纯、大小脑都不太发达的，找个好的还行，找个不好的，有你好受的。说谁呢？谁大小脑不发达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硕士学位毕业，还看不起人。我说的是情商。哎，在这地方，我问你，你情商算高的吗？那是，跟你那温婉的依然妹妹比，我不算高。跟依然比，你还真是差点儿。人家依然啊，上上下下那都是一把手。用现在时髦的话就是说，上到厅堂，下到厨房，进可御姐，退可萝莉。哎呀，要夸人家当面夸去，人在我这费什么劲儿啊？还有，我警告你啊，我现在也是有男朋友的人了，我做什么我要考虑少宇的感受。什么个意思啊？想脚踏两条船啊？我骚扰你？哎，我什么时候骚扰你了？我把这话给你搁这儿啊，咱俩呀没戏。谁跟你有戏呀？上次不要脸我就没法说了，这次还来这出，有完没完呢？你这是？行，不争啊！干嘛？少宇，你这女朋友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最近在哪儿认识的？就这儿啊。就这儿。嗯。送货上门啊？是啊。说说呗。什么好说的？什么事儿都爱打听。发现了吗？谭少宇跟依然俩人不一般。啊，吃醋了？哎，你放心，人俩第一次见面，放心。什么第一次见面呀？我敢跟你打赌，他们肯定不是第一次见面，以前肯定见过。哎，真想多了啊！我们家少宇不会给你抢女朋友的，你就好好的在你们家依然妹妹面前好好表现啊！干嘛呀？来，蕾蕾，来，我俩拍张照。好，看电视。快点的，快点，一个样，还这脾气。哎，好久没见了，依然一块儿吧。啊，我不拍了，你们拍吧。一起吧。那咱俩拍。行。来，3、2、1。吃水果啦！哎，吃水果。来，喝水了。吃橘子。依然，吃水果。哎，喝不喝水啊？给我倒杯水。那冰的啊？还冰的那么多事儿，您凑合喝吧啊。来了。我服务你到位。天乐啊，跟我们说说呗，依然这么漂亮，怎么认识的？哎呦，我俩认识比较有戏剧性哈。对，我的奶奶跟天乐的奶奶是好朋友，奶奶特别喜欢我，所以就安排我们俩住在一起了。哎，这我能作证啊！
他俩在一块儿住挺长时间。依然跟我认识的一女人特别像，特别的像。哦，是吧？但估计性格肯定相差甚远。那个女人又狠又决绝，而且更可怕的是，特别的有心机。哟，听你这意思是被人伤得不轻啊？啊，还记仇了嘿？啊，那时候被她坑惨了。被人坑惨了？就你啊？不能够吧？像你这么高智商还能被人坑惨了？我觉得只有像我这种智商才有可能被别人坑了呢啊！所以田乐，你庆幸吧，依然不是那种女人。对，依然应该不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头有些痛，上去吃个药啊。哎，咱们先聊。哎，上一道，那个，你们家厕所在哪儿啊？快帮。啊。那什么，要不我给你包个橙子。那我去洗个手。哦。啊，还有洗手间吗？有，楼上有，还有洗手液都有。你现在不觉着他们俩有事儿？但能有什么事儿呢？直觉告诉我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。你这不没说吗？但我觉得吧，依然这个女孩子应该不简单，一般能藏出事儿的人都比较可怕，小心点儿。哟，这情商怎么还一下变高了呢？啊！刚才你发现了吗？谭少宇看依然的眼神儿有感情，非常强烈，绝对不是一般的事儿。等等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太懂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为什么回来？我想你是认错人了，谭先生。我再说一遍，你为什么回来？我再说一遍，你真的是认错人了。你刚才也说我只是跟他长得像而已。是，或许只是长得像而已吧。因为尚文芳呢，不会化如此淡雅的妆，不会穿如此优雅的裙子，把女性最美丽、最性感的线条，全都凸显在男人面前。哦，对了，她也不会用这种味道的洗发水，让男人闻了之后浮想联翩。你是林天乐最好的朋友，这种行为对于你谭总来说，实在是有点不太礼貌。没错，我是林天乐最好的朋友，所以尚文芳，你给我记住，有什么事找我谭少宇来，别去祸害我哥们儿，你听清楚。
我想你真的是想多了。带相机了吗？带了。干嘛呀？找机会拍出来看呢。哎，你俩偷偷摸摸说什么呢？大点声，一块聊。我们说这橘子还挺好吃的，要不要让他给你来一个？哎，行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来一个。谢谢啊。我希望我是想多了，我更希望我是认错人了。那个蛋糕好了，吃蛋糕了。别送了，我们走了。招待不周，咱下次见。哎，什么？帮我拿一下。哎，你们在前面等我，我方便一趟啊。这么多事儿。这前面等我是的。走了啊。拜拜。行，走了，最后一个。拜拜。听了什么情况？掉坑里了？不是，那我怎么没事呢？要不你们先走吧，我在这等他，反正我们也不顺路。我们陪你，不懂事儿呢，二人世界。那我们走了啊！拜拜啊，包。嘿，现在就开始顾家了。走了啊，小心点啊！好的，有空来店里玩啊！拜拜。然，哎，这哥俩都走了，真不仗义。嘿，来，包给我吧。哎，走。哎，你觉得今天怎么样？咱演的没破绽吧？你是怎么想的？什么怎么想的呀？现在你的朋友都认为我是你的女朋友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咱们俩之间的关系，你是怎么考虑的？不是你突然间这么一说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。你是不是晕了？咱们今天这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吗？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我喜欢啊，像你这样的女孩挺好的，谁会不喜欢呢？你真是这么想的？依然，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？我开玩笑呢。啊？哎！什么情况呀？你今天这出戏演给谁看的呀？哎，行了，别发呆，人都走光了。你喜欢林天乐是吧？谁说我喜欢林天乐了？再说我喜欢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觉得你和依然有问题啊。跟你这种情商智商都低到极点的人，我真的懒得解释。哎，你才情商智商低到极点呢！无情。那个女人又狠又决绝，而且更可怕的是，特别的有心机。因为尚文芳根本就不会化如此淡雅的妆，也不会穿如此优雅的裙子，把女性所有最美丽、最性感的线条全都凸显在男人面前。这是我的女朋友美兰妮。
原来你特别可爱，这是我喜欢他的原因。少爷，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女朋友依然，这是我大学同学邵宇。你是林天乐最好的朋友，这种行为对于你谭总来说，实在是有点不太礼貌。谭少宇，你有什么理由解雇我？这事儿已经定了，我没有必要再向你解释，请你尽快去办离职手续。这件事儿，董事长知道吗？董事会同意吗？你真的愿意让董事会知道吗？啊？这件事儿，除了你我之外，但凡有一个人知道你假借其他公司的账目来转移公司资金的话，我想后果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走司法程序。我是真的不想离开公司啊，我真的错了，能原谅我吗？啊？有些事情呢，可以弥补；有些事儿做错了，永远都没有办法弥补。你自己想清楚。哎，少宇，少宇！谭总，预算的报告已经做好了，请您过目。把所有项目的预算再压缩一下，重新做一遍。可是现在已经是最低的预算了，还要重新做吗？我老板，你老板啊。好。还有，你跟天乐认识多久了？没有多久。你是真的喜欢他吗？我是他的女朋友，我当然喜欢他了。那你确定他真的喜欢你吗？我觉得喜欢可能不足以表达他对我的情感，应该是爱。他爱我，别因爱生恨就好。这个您多虑了。那我先去工作了。夫人，再来2杯。实在喝不下了。够吗？够了。我想起来了。上大学那会儿吧，有一次，我跟谭少宇我们俩见义勇为，勇斗小流氓，我都被人开了瓢了。你猜我们班主任和校长见我第一句话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谭少宇没事吧？第二句，谢天谢地，那孩子脑袋金贵。那肯定是你学习不好，找老师烦，你怪谁呀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我想知道啊，他有没有那种特丢人、特尴尬，说出来让人抓着小辫子，就是可以狠狠勒索他一把的事儿？你想干嘛呀？啊，我没有啊，我就是想好好的了解我们家少宇更多方面、更深层的，啊，有没有？没有吧？不太可能啊！你想啊。这个，别人在早恋的时候吧，他在读书；别人在读书的时候吧，他在做实验；别人考试作弊的时候吧，他托福都快考满分，对吧？别人待业了，他成了知名企业大老板，这都是历史大事件。野史呢，就是不断有各种美女投怀送抱，那不也是必然的吗？
哎，他就没有被女人甩过？不要他？没有吧？不知道。不会吧？一点缺点都没有啊？反正我觉着吧，少宇哥是我见过的男人里边最完美的 ，perfect。人有弱点才可爱，绝对完美的人最讨厌。哎，我好像想起来了，上大二的时候，我们班有一班花喜欢谭少宇，追他追了整整1年呢。谭少宇死活就不同意，我们当时也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后来毕业以后才听说，他那会儿跟一师姐好着呢。师姐啊？哎，什么师姐啊？漂亮吗？后来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没见过，我都是毕业以后听人说的。哎，不过我听说那师姐后来因为这事儿都休学了。休学了啊？闹这么大呢？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？废话，你能知道吗？你小屁孩那会儿你还没入学呢，你才小屁孩。我拍的都看了吧？不是，我回家翻你遛狗那相机里头什么都没有啊！怎么可能呢？真没有。我明明录了呀。会不会是被依然给删了？别，你别把人说的都那么黑暗行吗？我真拍了，你是没看见依然和谭少宇在走廊里偷偷摸摸的那样。那你说他俩能聊什么呢？啊，还在一偷偷摸摸的地儿。哦，他们俩也说不定人家是碰巧碰到一块儿了。不可能，他俩肯定有事儿，说不定就是谭少宇的问题。为什么是谭少宇的问题？我还觉得是依然的问题呢。怎么是依然的问题呢？我反正就觉得依然有问题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现在怎么就死咬着依然不放呢？弄得人家跟那苏联特工似的。我是为你好，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为我哪门子好啊？再者说了啊，咱俩现在老见面，这不太合适。怎么了？什么不合适的呀？关系不合适啊！你想啊，你怎么着也是我哥们儿的女朋友吧？啊，让别人知道了，我老约我哥们儿女朋友出来，这肯定不合适。哎，先打住。闻着了吗？怎么那么酸呢？哪儿来的醋味儿啊？我吃那门醋，我是有依然的人，我。反正我先声明，我只是借住在谭少宇家里，那房子也是暂时卖给他，以后我还要买回来的。反正你是住在一块儿的，朝夕相处，没说考虑考虑啊？你没事儿吧？你不会真把谭少宇那天说的当真了吧？我就是再没人要，我也不可能找一个一天只会板着脸、沉醉在自己世界里的怪咖做男朋友的。没你说那么夸张，人谭少宇屁股后面小姑娘追的一大堆呢，怎么着？你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？哦，这么说你和依然已经得月了呗？别胡说啊，这可不能胡说，毁了人家女孩的清白。你刚刚那样说还毁了我的清白呢。哎喂，依然。哎，天乐，你能帮我去接一下依恋吗？我在公司事情太多，走不开。哦，行，我知道了。你跟人再坐会儿，我有事儿先走了啊。哎，干嘛呀？还没说完呢都。我有急事儿，哪天再聊呗。什么急事儿啊？我得去接孩子去呢。哟，你们俩都有孩子了呀？那是依然的妹妹，叫依恋，现在在幼儿园呢。那孩子在幼儿园，你操什么心呀？孩子在老师手上不比在你手上放心呀？我都答应人家了。啊，那一块儿。哎，跟你说件事儿啊，你每天他妈晃荡了也不是个事儿啊，您是不是得找份工作呀？我什么都不会。不会可以学呀，那也别这么晃荡着呀。行了，别提，说着就烦。你这属于啊心理阴暗那种，就应该呢多去跟我们参加户外活动，多见见阳光。参加完户外活动呢，立马就不一样了。行了，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。